80万的酷路泽，如今再花1万多升级新款，到底值不值？今天这台14年酷路泽陪伴车主10个年头，老气的外观到哪里都没有面子，于是决定把外观重新收拾一下，重回当年的霸气风范。接下来一起感受一下它是如何变心的。你會察覺到我根本寂寞難耐。即使千多百個深夜曾在夢境內，我有吻過你，這畢竟並沒存在。人生這性愛似雪和誓，無聲掙扎有個情感奴隸。是我多麼的想貪，但我偏偏只得無盡偷慰。其實每次見你我也像迷，無奈你愛我有角色範圍，就算在寂寞夢內超出好有關係。為在暗裏愛你暗裏像迷，無謂要你惹送各種問題，換我告別他變樣空虛，使我越軌。可不要這麼樣徘徊在目光內，你會察覺到我根本寂寞難耐。即使千多百個深夜
曾在夢境內點讚關注，持續更新更多升級案例。